不要下车！你不杀他，他就杀你！小倩，你救得了他一时，却救不了他一世。我劝你不要白白浪费力气啊！我不管，只要有我在，你就不能杀他。小倩，陶庆哥，我求你放他们一条生路吧。如果再这样打下去的话，他们就都没命了。我真的不明白，你为了宁采臣这个仇家这么做值吗？我不管，但是我很明白，如果今天宁采臣死了，小倩此生再无安息之日。陶庆哥，我求求你，你就放了他吧。一脚开！小倩，你快走！陶庆哥，陶庆哥，小倩，我的心全都系在你身上。如果你不快乐，我会比你更不快乐的。我能帮你的也只有这些。希望你的选择不会错。走！小倩，快走啊！陶庆哥，快走啊！陶庆哥，陶庆哥，陶庆哥，是谁伤了你？陶庆哥，快走走！天地无极！采臣，采臣，娘，我在这儿。大木头，天哪，这是怎么了？去哪儿啊？我们去哪儿啊？跟我走吧，走！采臣，走！采臣，快走！大胆妖孽，玄真观禁地，还不快快止步！逸轩，休得无礼，这些人都是我的朋友。师叔，请你原谅。堂堂玄门正宗门人，居然与一群妖媚为伍，你还好意思昭告天下？师兄，宁采臣家遭到狐族袭击，幸亏小倩姑娘和月容姑娘拼死相救，我们才能逃过一劫。现在大家无处可去，请师兄大发慈悲，给我们一个容身之处。道长，宁夫人已经受了惊吓，如果再不救治的话，就会有生命危险。你快让我们进去吧。人可以留下，但那两只妖必须离开。燕道长，算了，你们在此养伤就好，我们自有去处，不用担心。可是，别可是了，就算他答应让我们留下来，我们也住不惯这里，还不如回到我的小地盘更自在些。燕道长，没事的，你就放心吧。宁大哥，你们在此好好养伤，照顾好伯母。小倩，这……采臣大哥，以后有什么打算，千万别忘了我呀。好了，别发愁了，天无绝人之路，以后的路还长着呢。那好了，你们多保重，我们先告辞了，走吧。我们进去吧。走。
陶金哥，什么时候你才可以接受我？你什么时候才可以只接受我一个，只爱我一个呢？我爱你的心，难道你真的一点都看不出来吗？老夫人，喝茶。咱们家怎么会招惹这种灾难呢？娘，你别怕，那帮闹事的人已经被道长还有雨生姑娘给赶跑了，我们现在是安全的。怎么会有这种恐怖的事情啊？啊，那些人怎么会到咱们家来呀？这个，老夫人，对不起。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严姑娘。因为她，是啊，余生常年在外，哎呀，招摇过市，他得罪了很多的人，所以就埋下了这个祸根。昨天晚上呢，那些恶人其实是来找他晦气的，没想到却累及宁府上下诸多无辜，是吧？是吧？你说，你一个姑娘家就应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这倒好。你把流氓恶霸都引到别人家了，这不是害人吗？娘，这雨生姑娘也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才惹上那帮坏人的，你就别埋怨她了。你说，惹上这等麻烦事，这往后还有安生日子过吗？哎，愁死人了。娘，这邪不胜正，没事的。要不你到床上歇会儿？对，来，对啊，老夫人，我扶你过去。喂，搞什么？为什么每次一出事情都推到我头上啊？哎，我就纳闷了，我是你的出气筒还是什么？你老欺负我，太过分了！好了，对不起，刚才我也是一时情急，所以随便找个借口嘛。你呀，菜来喽，客官您慢用。哎呦，客官您醒了啊？您没事吧？你问我呀？啊，你这话问的你，我怎么会有事呢？接着喝，没酒啦，打壶酒来。哎，好嘞。小二呀，啊，昨天晚上是不是有人帮我把酒钱给付了？哎，是啊。谁给我付的？哦，是我们这儿的宁采臣宁公子，他可是我们这儿的大善人呐。宁采臣，哎，好怪的名字。他是哪门子的大善人呢？他呀，他这个人可没话讲，他经常给穷人家的孩子教书，而且亲自下地干活。哎呀，他可跟其他的公子不一样。你没有骗我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把酒给我倒上。哎，好嘞。他们家住在什么地方？他们家出了这个大门，往右转，右转完了之后再往左转，进一个小门，然后再往右转，一直走到头，有个大门就到了。徒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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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呼噜打的，这个大胖子，行，在这儿睡觉，哎，这还盖上了你，起来，胖成这样还睡，起来，看看这庭院，谁啊？我是孽人呐，不认识？这是怎么了？夫人，少爷，急了，陈管家，急了，夫人，跑了，少爷，
我得找我徒弟去。算了，别想了，事情已经发生了。我相信伯母他们早晚会理解你的苦衷，原谅你的。话虽如此，可是娘一定很伤心。我维护宁采臣，伤了那么多狐族兄弟，他们一定恨死我了。那他们伤害你呢？你恨不恨他们？这是两码事，你不要混为一谈。小倩，你老是这样，什么都为别人着想，替别人考虑，什么时候也替自己想想好不好？昨天晚上那么危急的情况下，如果不反击就死定了。难道要咱们站着等他们砍吗？报仇报仇，宁采臣是不是你们家的仇人还不一定呢。如果枉杀了好人，看他们怎么办。我就是这样想的呀，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事实真相，才好处理我们和宁家的恩怨。像这样糊里糊涂的杀人，我真的不愿意。月容姑娘，小倩姑娘，小四，月容姑娘，小倩姑娘，他怎么来了？哼，骚狐狸，昨天晚上竟敢偷袭聂府，我插死你！哎，等等，你搞清楚状况好不好？这要不是小倩的话，宁府早被灭门了。放你个兔子嘴！宁府的人都死得差不多了，还有那么多狐狸的尸体，足以证明就是他们狐狸已经偷袭了宁家。哎，前辈，昨晚的事一时半会儿也解释不清楚。我知道你是为抓狐人，痛恨狐狸是理所当然。可是宁公子有危难，我救他还来不及呢。不如这样吧，等我们的恩怨解决之后，你再凭你的本事来杀我，好不好？那我徒弟小雨呢？严姑娘是吧？她跟宁公子、宁夫人都在玄真观，很安全的。真的呀？哎，谢天谢地啊！老人家，咱们赶紧去找他们吧！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骗我，我回来就收拾你。还有你，小心点！走了。小四，啊！见到采臣大哥，别忘了告诉他，我就在这儿。如果他有什么需要，就来找我。知道了。月容姐，我也要告辞了。你急什么呀？多留几天吧。宁公子他们躲在玄真观的事瞒不了多久，我娘和黑风主人很快就会发现他们。我必须赶快去跟我娘解释，才能保住宁公子的性命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行，我娘正在气头上，你去怕有不妥，还是我去吧。也好，那你路上小心点儿。好。小倩姐姐，我娘呢？在那边。娘，对不起，我惹你生气了，小倩向你请罪。哼，大胆孽女，竟然敢向族人痛下杀手！今天我定要惩罚。来人，家法伺候。是。慢着，姐姐，小倩一向善良正直，昨天晚上一反常态，必然事出有因，你还是别急着动家法，给她一个解释的机会，如何？偏偏又是你来袒护他。哎呦，我这哪是袒护他呀，我这是为你好啊！你想你是狐族的一家之主，行令施法一定要以理服人，对吧？是，小倩是你的女儿，但是你也不能不问青红皂白就下令施家法吧？你还是给她一个解释的机会啊！小倩，起来，跟你娘说清楚。来，起来呀！聂小倩，小环，有话好好说呀，亲姐妹怎么动起手来了？我才没有这样的姐姐呢！若不是她姑息仇人，陶金哥怎么会身负重伤？聂小倩，我今天就把话搁这儿。若是陶金哥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一定让宁府满门陪葬。陶金哥他……是啊，是小环把陶金救回来的。我要去看看他。用着你假惺惺的，你差一点害他送了命，还有脸去看他？住手！娘，
你太偏心了。陶庆哥，陶庆哥，小倩，你怎么样？伤口还疼吗？那么长的一把剑，就这样刺过去，你说疼不疼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那一剑，我只是想逼你退身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会刺伤你。傻丫头，我逗你玩的，我又没说你是故意的，我也没怪你啊。对不起。哎，好啊，你不要再内疚了。我跟你说实话，我是故意撞到你剑上的。什么？我要不这么做，他们能放过你们吗？陶庆哥，谢谢你。你我之间需要说谢字吗？小倩，你是知道的。别说这点剑伤了，为了你，就算让我去死，我都无所谓。陶庆哥，我只是希望你能早日下定决心，和宁家了断恩怨，我们过回从前逍遥、快乐、幸福的日子。你说好不好？我明白自己有些任性，可我实在做不到只听一面之词就去扼杀一条鲜活的生命。对宁采臣也是如此。昨天之所以要保护他，就是要得到事实的真相。陶庆哥，请你谅解我好吗？我可以说不吗？哎呀，好了，真没办法，谁让我就喜欢你的温柔热心呢？好，我原谅你了。谢谢你。怎么还说谢谢呢？小倩，不过说实话，你根本就没有必要去找寻什么事实的真相。我师父和伯母都亲眼看见宁家的祖先残害狐族，你还有什么可质疑的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只是通过跟两家先祖的相处，总觉得事情并非像他们说的那样，好像另有隐情。陶庆哥，我不想不明不白地留下遗憾。我都明白了，不过你得抓紧时间，我师父那里已经有风声了，恐怕瞒不了多久啊。好，你放心吧。这可怎么办？那群狐妖没有杀了书呆子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，说不定还会追来玄真观作怪。我们应该及早做些防备才是。上次就是因为太疏忽，所以才吃了那么大的亏。你说的也对，不过防守那只是治标不治本的下策。那说到底啊，只要我和小倩姑娘找到事实真相，一切都可以大白于天下。哎，书呆子，你就这么笃定你的祖先不是血洗狐狸洞的人？我绝对相信。少爷，哎，小四儿，少爷，我还以为我这辈子都见不着你了呢。这不见到了吗？现在都没事了，你应该开心才是啊。徒弟呀，你没事吧？师傅，人家都是大丫头了，你还揪耳朵，丢死人了！哎呀，真是，师傅究竟有什么关系？哎呀！哦，对了，我生气，我骂你，抓狐狸这么好玩的事情，你居然不叫上师傅。如果你把师傅叫上，师傅拿着钢叉，我叉，把狐狸全叉了，还用得着你们东躲西藏，藏到这儿来吗？师傅，好了，什么东躲西藏啊？不懂不要乱说话。还有，你想抓狐狸，那你自己抓就好了。严小雨，我一路担惊受怕的找你，好不容易把你找着了，说了没两句话，你就给我气高腔，你就训我，我生气了，
我真的生气了，我走。哎，师傅，好了好了，徒儿没那个意思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对了，你们两个臭小子在这儿给我听着，不管你们两个人谁爱我们家小雨，都必须保证她的安全，听见没有？哎，对了，小四儿啊，你昨天跑哪儿去了？急死我们了！我昨天去东街市场买东西，然后就发现了一个卖胭脂的姑娘，然后后边我就不知道怎么睡过去了。啊？胭脂？东街哪来的胭脂？那不是菜市场吗？哼，那还用说，肯定是那群狐妖变的。哼，小四儿，活该！我看你以后还敢不敢那么好色？那我明白了，肯定是狐妖迷惑了小四儿，给他动了手脚，控制了他的心性，然后借小四儿的手，把我布下的黄符全部给毁了。啊！原来都是我惹的祸呀！少爷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大家。少爷，哎呀，算了，这些狐妖一定是冲着我来的。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，都是我们宁家连累大家了。好了，大家不要互相的道歉了，还是想想以后怎么办吧。对了，少爷，我刚才从月容雅居出来的时候，月容让我给您和夫人带个话。哦，什么话？她说她会留在那里，只要你需要她，她会马上赶到你身边来的。小四儿，哦，我们还要在这儿商议一下休眠术的事情。我娘那边就拜托你了，等她老人家身体好些了，你就送她回府去。行，少爷，你就放心吧。快去吧。哎，师叔，师傅还在打坐。说吧，有什么事？师兄，燕赤霞此来是与药师相求，还望师兄成全。若是为了那只狐妖，我劝你最好闭嘴，我绝对不会答应。此事事关宁府上下几十条性命，求师兄大发慈悲，再助我一臂之力。你也知道，狐族一直认为宁家的先祖为了祭剑，血洗狐狸洞，险些灭了狐族一脉，所以对宁采臣紧追不放，步步追杀。如果以师兄的功力帮助燕赤霞施展休眠术，宁采臣和聂小倩就可以争取多一点时间，找到事实的真相，解开两家之间的误会。师兄，痴心妄想！我们这次收留他躲在玄真观，已经是仁至义尽，怎么又提些莫名其妙的要求？还休眠术，亏你想得出！那是多浪费精力的法术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糊涂！师兄，话又说回来，你不是已经施展过2次了吗？他们又弄明白了什么？不过是浪费你的时间，浪费你的法力而已。师兄，帮人帮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你已经帮了1次了，那就再帮1次吧。就算不成功，以尽力而为，也无愧于心。好，随你便。师兄，这几次蒙你出手相救，其实我一直知道，你不是个硬心肠的人，对我这个不成器的师弟，更是爱之深，责之切。俗话说，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像你我这样的师兄弟，几度生死与共的缘分，怕是要修炼上万年才会有的。再有，像宁采臣、聂小倩等人的相遇相知，想必也是冥冥之中的牵连，才会一而再、再而三的纠结到一起来。师兄，师父不是说过吗？结善缘，发善心，与人方便也是修行之道。你我这么多年苦修，为的是什么？不就是为了世间能够多一些善因善果，少一些恶因恶念吗？我结善因，是为了善人，不是为了妖怪。善因，什么是善良？人也好，妖也好，都有善恶之分。我们的修炼，
就是要渡恶为善，助善为乐。师兄，这可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啊！师兄，帮帮忙吧！你的修为，若是能赶上你嘴上功夫的一半，也不至于被妖怪追杀到如此境地。师兄，你说的没错，我以后一定潜心修炼，不辜负师兄师父的苦心。啊，真不知道我上辈子欠你什么了。小倩，小倩姑娘，宁公子、燕道长、严姑娘，你们这是去哪儿啊？小倩，你匆匆忙忙的从哪儿来？我回了一趟家。你回家了？是不是那些狐狸？啊，不是，我是说你那些家人，他们为难你了？还好，我说清了缘由，我娘和舅舅已经原谅我了。他们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让我和宁公子弄清事实真相。在这段时间，他们不会为难宁家人了。那多谢小倩姑娘了，谢谢。那事不宜迟，我们抓紧时间去找月容姑娘吧。好，走。走。什么？宁采臣、聂小倩，居然敢逃出我的手掌心！我一定让他们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！我要让他们生不如死！蜀瑶，属下在。你想尽一切办法，阻止燕赤霞施展休眠术。如果需要的话，我允许你任意调动各类妖精前去听命。属下明白，谢谢主人。但是你要记住，不能让我失望。如果这次失败了，我绝饶不了你。属下知道。这样闷头喝酒太无聊了，不如找几个姐妹来跳舞助兴，怎么样？哎呀，还是妖精有闲心呐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这个兔子精还有心情玩这种情调啊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夸你这个兔子精有气度。你好了，月容姑娘也是一番好意，别那么多废话。哎，雨生姑娘，道长，我还从来没有见你发过这么大脾气呢。对不起，我失礼了。哦，我们无所谓，可是严姑娘怕是受不了吧？她和月容只是斗嘴开玩笑，你却这样严厉地批评她。对哦，我怎么没想到这个？这，燕道长，你赶紧追上去道个歉吧，人家毕竟是女孩子。严姑娘，你来干什么？你就知道骂我。严姑娘，是我一时失言，真对不起啊。那你凭什么骂我？可能最近这凡仙的事情实在太多了，所以才会说错话。其实我是把你当成知心朋友，才会这样讲话的。严姑娘，你就原谅我吧。可是我就是不喜欢你那样对我，你每次说话都那么凶。我呢，我是拿你当我最亲的人，可是你对我呢？别哭了，对不起啊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神仙姐姐，你是来救我的吗？宁采臣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小倩，走啊！如果1000年以前我们不是仇人的话，你会怎么样？伯母，闷酒伤身，还是不要喝了吧。事情太多，不喝一些酒，实在扛不过去呀。有什么难事，您说出来，看看我陶静能否为伯母分忧。伯母的事情一言难尽呐。算了，不说这些烦心的事儿了。怎么样？你的伤好些了吗？伯母，我的伤好多了，府上的疗伤药可是圣品，连我师傅都夸呢。伯母，你是在担心小倩吧？不瞒你说，我自己也很担心小倩。师傅的眼线很厉害，我担心此事也瞒不了多久。你说的对，那丫头平时一向不管不顾的，由着她的性子来。她也不知道，大家都为了她担惊受怕。小倩心地善良，做事虽然有些草率，可她还是在理的。只是她要这么固执下去，难免不会惹怒了黑风。届时不是她一个人受罚，而是整个狐族。真要如此，我也只好拿那个丫头说事儿，拯救狐族一脉了。师叔，逸轩，严姑娘。哦，师兄呢？师傅他说还是不掺和的好。既然如此，事不宜迟，施法吧。是。你们看，舒瑶姥姥来了，怎么办啊？道长，快施点休眠术吧，把我们送过去。不行，这个树妖摆明是来闹事的，现在送你们过去的话，可能会有去无回。道长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了。是啊，道长，舒瑶姥姥前来阻挠，用心险恶，也证明了一点，有人不希望我们找到真相。道长，求求你。可是，好，我答应你们。月容姑娘，余生姑娘，请帮我守住古祭台3尺之内，绝对不能让他们靠近，否则就会影响到我施法。明白了。众弟子，护法。是。走。老树根，3番5次的来捣乱，今天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！哼，就凭你们几个，还想跟我作对？受死去吧！这是哪儿啊？不知道。啊，那边怎么了？怎么办？过去看看。
聂前辈，聂前辈，怎么了？啊，怎么是你们呢？怎么回事啊？别说了，咱们快走！哦，快走！走！慢点！终于摆脱他们了。咱们坐下来休息休息吧。歇会儿吧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前辈，你受伤了没有？没有。你们怎么样？还好。哎呀，来坐下。还好你们没有受伤啊。那个前辈啊，那天晚上你跟聂晨发生口角之后，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你有没有杀去狐狸洞啊？小丫头说什么呢？不过是几句口角，至于杀去狐狸洞吗？再说我们都是好朋友，误会很快就解开了。误会？当然了，那天晚上，聂晨呐，根本不是觊觎我的神剑，他是看我太累了，想帮我在那炉子里添把柴，而我呢，常年累月的铸剑，这压力实在是太大了，一时火气上涌，我就冤枉了他。好在聂晨啊，知道我这破脾气，没跟我一般见识。哎，我这个人呐，脾气不太好，真是对不住他了。不过啊，那把轩辕神剑是我一辈子的心血，不敢疏忽大意啊。聂前辈，那你就是说，聂晨并不是偷神剑的人了？那是当然了。前辈，那为什么楚王会要追杀你呢？还不是为了那把轩辕神剑吗？哥哥，你隐居了多年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这轩辕剑是宁兄的心血，今天得以横空出世，也不枉宁兄这么多年的苦练呢。是啊，这轩辕剑颇有灵性，得到它的人就可以主宰天下，号令三界。我真心希望这把神剑能够送给一位仁爱的明君，从此给世间的百姓带去代代平安，世世安康。宁兄心存仁爱，此愿必能得偿。大哥，小弟愿助你一臂之力。真是谢谢两位了。宁定国，本王要见轩辕神剑，快拿来！轩辕神剑只限明君，与楚王无缘，快请回吧。哼，宁定国，趁着本王心情好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敬酒罚酒，我宁定光都不感兴趣。恕寒舍狭小，就不留楚王了。好一个宁定国！你要知道，得罪本王的人没有一个好下场。本王要让你们三个死无葬身之地。后来的事情，你们都知道了。我原以为我这条命几乎就要丢了，可是没想到你们二人及时到来，助我一臂之力，使我得以从楚王的魔掌中逃了出来。看来我宁定光气数未尽呐，
可见老天爷还想让我多活几年呢，真是谢谢你们了。啊，不，对，应该是我们谢谢你才对。谢我？啊，你们救了我，谢我干什么呀？谢你为天下苍生谋福祉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。这是每一位铸剑师都该做的，不必言谢，不必言谢。宁公子之前多有得罪，还望海涵。小简姑娘多礼了，这事儿事出有因，不过宁采臣不会怪你的。哦，宁前辈，那天晚上如果不是聂前辈去铸剑室偷了剑的话，那会是谁呢？